人坐伫遮咧好啦。哦，你讲你做恶梦哟？哦，我甲你小搭咧，安尼敢有较好？哦，你是感觉家己安尼足无胆，你无该安尼哟。我甲你讲啦，阮人啊，生性有诶较有胆，有诶较无胆，啊，这拢不要紧啊。相信恁落仔诶世界嘛是共款。而且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咯，就是啊，你虽然较高着青惊对无？啊，毋过安尼啊，会当互你反应足紧诶，你会当保护你家己哦。所以这是一件足好诶代志。安尼你有较欢喜无？我甲你讲，你爱笑笑哦，我等下带你来去食糖啊，好无？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你感觉你家己是一个较在胆的囡仔，还是一个较无胆的囡仔呢？会当伫下面留话甲阮分享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心肝头大大，着拢袂惊，无惊，心肝头大大。